前南韓總統金大中嘅太太李基浩將會對北韓進行一次罕見訪問，幫助緩和南北韓之間嘅長期緊張關係。李基浩同佢率領嘅18人訪問團喺星期三抵達平壤，對北韓進行為期4日訪問。南韓政府並冇正式對北韓實行制裁。前南韓文化部長金成佐亦係訪問北韓嘅成員。佢話：而家92歲嘅李基浩希望今次訪問有助消除南北雙方分隔70年所帶嚟嘅傷痛。李基浩訪問北韓被視為人道主義措施，但係亦有人猜測佢有可能會會見邀請佢訪問嘅北韓領導人金正恩。李基浩同金正恩曾經喺2011年會面。金正恩嘅父親去世之後，李基浩曾經前往平壤表達慰問。